来消息哦，咱个来看洪台来咯。云林的养殖业者烦恼讲，蚵仔病会风吹歹，赶紧来抢收蚵仔。毛饲蛤蟆养殖户真烦恼讲，雨水会去影响到排水，那饮水哦，温奶的蛤蟆会流去，就乌有去咯。大细蚵仔农有一罐蚵仔要赶伫风台到位进前采收，就惊强风会算断蚵仔病，害蚵仔生了歹，影响收入。即摆会当收偌济，就算偌济。收偌济算偌济啊！嘿，进前也讲风台来，安尼有啥物影响？进前风台就蚵仔会边啊会扫伊啊，较袂损失啊。无用咧采收的，阁有混淆养殖业者。顶一摆凯比风台扫来，有真侪混淆池，互海水淹过，规个拢乌有去。海水淹入来吼，规个拢烧干啦。海拢无吼，海拢规骨拢爱热晒啦。所以即马就大家会惊这情形赶紧。对。来到大溪的五条港，虽然目前是蚵仔仔放养期，不过现处是风台逼近，鱼边也是赶紧甲竹排啊固定好势，避免造成损失。危险的所在，咱拢爱紧准备啊，该用的好啊，无爱讲到一台拢爱开足侪钱的。水容量能够增加，所以我们现在把现在的水位降到最低的哈，让这个容水空间变大哈，这是我们第一步要做的。云林县府表示，顶届凯比风台造成沿海真侪乡镇做大水，即摆包括扣水池、抽水站，甲382台大中小型的移动式抽水机拢已经传好啊，要启动防水灾的机制，才袂阁淹水。记者王伟雄，云林报道。